咁講起撻訂王啦，咁就一定係咁上路嘅柏龍1、2期啦。開學當日已經有12伙撻訂啦，加埋成個項目就錄得超過118伙，涉資係10.17億港元，買家合共蝕咗成1億0149萬。你以為發展商順治咧賺到少 ？No no no， 其實呢個項目係順治、中海外、嘉華嘅國際合作，唔係淨係一間嘅。118伙撻訂就佔咗全盤嘅7.8%，未到1成，但已經係 very crazy 啦。最大鑊嘅一單就係柏龍2期第10座10樓 A3 單位，758尺3房，2023年嗰陣時係1451萬買入，尺價咧就係19144蚊。金仔睇到嗰陣時個價，心諗咗一句 Are you serious？ 因為新鴻基啲盤淨係1萬去到11000蚊一尺，佢居然賣到19000蚊，簡直就係黐線價嚟嘅。結果嗰個買家就蝕咗145萬嘅訂金，真係 no mercy 啊！想知點樣避開撻訂陷阱，捉到跌市硬淨股，即刻掃描 QR code 話你知。